位朋友，歡迎嚟到合眾連環節目。今日咧，我幫基哥一齊幫大家傾一傾一個好新嘅題目，就係台灣嘅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咧訪問北京，見咗北京中國共產黨嘅總書記習近平，兩黨主席咧就會面。經過一個比較友好嘅氣氛下，會面之後咧，一齊話要推進兩岸一齊為中華民族復興咧，就共同出力。咁呢一個提法咧，就引起好多人注意啦。咁啊，基哥你又點樣解讀咧？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可以話係可以講得口響，講得大聲，講得理直氣壯，同時亦都係避免咗一啲對國民黨一啲比較敏感嘅話題，係令到佢咧係可能喺台灣上面受到攻擊，或者受到未來即係11月嗰個選舉咧係受到影響，所以就係隻字不提統一，因為一講到統一，你台灣梗係覺得自己被統㗎啦，被統一㗎啦嚇。咁所以台灣就有啲民進黨已經起晒槓啊，即係譬如你一講錯我就開炮。咁所以變咗咧，我就唔講統一，我係講一啲反而咧就係作為中華民族咧，大家都覺得認同嘅基本嘅原則或者基本同意、基本支持嘅嘢。中華民族嘅復興，邊個人夠膽反對？你就算台灣啊，就算你民進黨到而家今時今日，你都唔敢話民進黨嘅成員不是中華民族，你都唔敢話民進黨不是中國人，你都唔敢話民進黨嘅工作，甚至佢一管理緊嘅台灣係不是中國嘅一部分。所以你睇到而家習近平今次所強調所講嘅嘢，同埋鄭主席所講嘅嘢，基本上當然一定係事前大家傾過，而家覺得呢個係共識，同埋呢個共識攞出嚟呢係講得通，理直氣壯。於是從呢個理直氣壯作為一個基礎，作為一個開始，作為第一步呢，我覺得策略上佢係行對咗嘅。係呢一次咧，就係鄭麗文咧就去北京訪問咧，就好多人都覺得，包括我自己覺得咧，就佢最主要咧就係打和平牌，就係希望咧營造兩岸呢個和平嘅氣氛。而且咧，鄭麗文係好清楚講到一點，佢幫呢個習近平呢個會談時候，佢講到咧，一定要訂立一個維持兩岸和平嘅機制。咁實際上咧，如果真係喺和平能夠帶到翻去台灣咧，係咪能夠迎合到而家台灣人嘅要求咧？基哥你又點睇咧？我覺得台灣而家所面對嘅咧係一個非常之越嚟越危險嘅狀況。因為睇到民進黨特別執政咗10幾年咧，已經將台獨同埋去中國化咧係一步一步越走越大步，越走越遠。第二咧，同美國嗰個結連咧，亦都越嚟越密切，特別係買軍火嗰度係越買越多。最近呢一次咧，就係歷史上面最大最多錢嘅一次嘅軍火買賣。咁所以你睇到咧，從呢個角度，即係以美制華啊，準備晒嗰啲軍火話俾大陸聽啊！嗱，我都有武器㗎，你打過嚟你都可能會受損失啦。所以你睇到成個民進黨嘅部署咧，就係我就係以對抗、以反抗、以同你打過嗰個嘅姿態企喺度。咁但係呢個你完全咧係對和平嘅進一步啊，或者和平點樣開始咧，都俾佢封死晒。所以我會覺得用和平作為一個口號咧，係正正就係要督穿打破而家民進黨部署緊嘅一個局。而我相信台灣嘅民眾咧都係支持，即係兩岸要和平嘅，唔係要打仗嘅。大家特別睇到呢幾年啊，即係無論中亞啊、中東啊，或者而家伊朗啊，或者係烏克蘭嘅事件咧，都知道即係打仗嗰種嘅可怕。我又揾到啲嘅例子喎，大概係7、8年前咧，如果你睇翻匈牙利啊同埋塞爾維亞咧兩個嘅選舉啊，咁當時咧執政黨嘅選舉咧，佢哋基本上唔係完全企喺北約嗰邊嘅，因為佢唔同意去打仗，因為你一支持北約就等於支持烏克蘭去打俄羅斯，於是你要俾錢要買武器，你要派兵，咁所以咧佢哋兩個嘅執政黨都係唔同意之下咧，覺得再選嗰時咧就以和平呢個作為口號咧，就去挑戰北約嗰個嘅要求啊。佢嘅反對派咧就係正正係支持北約。咁出嚟嘅結果咧，反對派就話：而家就係獨裁對抗民主，所以我哋一定要用民主嘅力量去推翻獨裁。咁佢哋就話：而家唔係講獨裁民主，而家講生存，講究竟我哋點樣生活，係去面對打仗，我哋去參軍咧，還是我哋要和平？咁佢哋就覺得要呼籲大家和平。最後兩個嘅執政黨都贏咗。所以變咗咧，呢個例子其實我喺上次朱立倫就係當選做主席嗰時都提過俾國民黨參考。咁我覺得今次鄭主席就我覺得完全係用咗呢一個嘅策略喎。即係當你面對和平、面對打仗嘅時候，你仲有冇得民主國民最好講？你睇下，而家中東啦，打到亂冧冧曬爛曬，就算而家伊拉克都俾人哋炸啦，係嘛？你仲點民主啊？你睇以色列都俾人炸啦，炸到而家選舉都唔使選啦，我繼續做總理，繼續去揮軍打人哋啊！呢啲完全係推動打仗。係完全違反民主。
做唔到民主。係，我哋都知道啦，今年底咧就係台灣有9合一選舉，咁2008年咧又有大位之節，咁呢一次咧，鄭麗文喺會見完呢個習近平之後嘅記者會咧，佢都好坦然。而家喺台灣國民黨只有重新實行政黨輪替、政權嘅輪替之後咧，呢啲有利於和平、有利於中華民族嘅復興咧，先能夠落實執行到。呢一次基哥你睇，經過鄭麗文呢一次嘅北京之行，對於國民黨包括呢個在野黨，即係藍白合，咁對於在野嘅選情係咪會有幫助呢？其實一路以嚟咧，喺台灣係3個路線嘅，一個就係統，一個就係獨，一個咧就係統不獨。其實咧，國民黨係走緊咧有2個嘅路線，基本上佢就唔要獨嘅，但係佢就話不統不獨。呢把聲音係最大嘅，其次咧就係統啦。咁當然喺不統不獨嗰個走咗呢十幾年咧，你發覺走到已經無路可行啦。你咁多年用不統不獨曖曖昧昧嘅時候咧，你發覺你選舉上面你贏唔到啊，甚至你講嘢咧又要曖曖昧昧啊，有時又要好似就下嗰啲統啊，有時又要就下嗰啲獨啊。特別當嗰個聲音民進黨越嚟越大聲嘅時候，你可能要大聲啲獨嗰邊喎，又要親美喎，你唔親美又好似唔得喎咁。即係大家國民黨都有講啦，即係經濟就靠中國，安全就靠美國。咁於是你兩邊夾縫之中咧，當即係兩個真理搏鬥得好越嚟越厲害嘅時候咧，你就變咗你冇得再好似曖曖昧昧嗰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再走不統不獨嘅曖昧嘅路線咧，行唔到嘅。我估鄭主席都睇到呢一樣嘢。所以如果當呢個行唔到嘅時候，你再走都會輸俾民進黨嘅時候，你係咪要走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另外一個可能性你又唔能夠走獨嘅喎。講得唔好聽，搞獨你幾時夠民進黨搞啊？搞獨如果你要依賴美國嘅話，美國點會信你國民黨啊？一定係信民進黨係嘛？所以佢唯一要走嘅就係我用一個我作為中華民國嘅國民黨或者中國嘅國民黨，我嘅存在，我嘅開始，我都係講一個中國，我都係講統一，我都係講中國人，講中國民族。鄭主席都不時口都講啦，喂，譬如我哋連食飯揸筷子都係即係中國文化啦，係嘛？咁點樣同佢甩開到中國咧？咁所以變咗呢個理直氣壯嘅情況之下咧，就當然係成為一個好重要嘅平台。當然唯一咧係比較敏感嘅就係，如果講到統一嘅時候咧，究竟邊個統邊個？係大陸統台灣定台灣統大陸咧？但係呢個就其實唔使而家講㗎，因為未去到嗰個階段。而家最緊要就話第一步係唔係大家有個共同基礎？如果共同基礎咧就係中華民族嘅復興，第二咧就係反對台獨。如果呢個基礎作為開始傾得掂嘅話，越傾越好嘅話咧，於是我哋到時就會容易商量到一個更加好嘅方式，點樣究竟如果真係要走統一嘅道路嘅時候咧，個統一嘅模式個制度。但係我覺得唔使而家講住，我同意而家佢哋雙方嘅策略唔使提統一，係大家嘅共識先。係，本來咧就係鄭麗呢個訪問北京前咧，就台灣呢方面，包括國民黨內部咧，都係兩種意見嘅，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但係咧就經過見咗習主席之後咧，最新嘅民調咧就變成60%嘅人支持。咁你覺得呢一次鄭麗文此行會唔會掀起一個鄭旋風咧？有呢個可能性，因為睇到咧鄭主席嚟大陸之前咧，其實個民意係39%咧，就話兩岸啊嗰個交流啊合作係行得太慢啦，唔該你行快啲，同埋咧要和平啊，嗰個要和平嗰種聲音咧係基本上都係係主流嘅聲音，當然唔係被過半數，但係最大多嘅一組人嘅聲音。所以變咗而家鄭主席所提出嗰啲嘅內容咧，基本上係大多數嗰個群組嘅聲音嚟嘅。咁當然，如果當中國共產黨又願意同中國國民黨大家真係坐低傾，大家都同意用一個和平嘅方式去處理而家台灣大陸嘅問題，甚至好似阿鄭主席提，我哋可唔可以有個機制咧，有個基本嘅條件，清晰地令兩岸嘅民眾都知道我哋嘅基礎喺邊度，同埋我哋下一步再下一步係會點樣慢慢行落去咧？呢個係可以增加透明度。如果佢能夠做得到咧，我相信行第二步嘅機會就會快好多啦。係，即係呢一次咧，係先頭咧就係鄭麗文講到咧，兩岸要傾一個機制，咁一傾咧就變成係兩岸咧，又包括國民黨就幫對岸嘅就會要進行嘅一個政治性嘅談判啦。咁啊，台灣方面咧，原來一直都好迴避呢個問題嘅。你覺得未來兩岸真係會唔會開啟一個政治性嘅談判呢？我聽到習主席所講咧，佢係願意同台灣嘅政黨傾嘅。呢個唔淨止國民黨，佢所有願意大家坐低為中華民族復興、為反對台獨而努力嘅政黨同埋人士咧，都大家可以一齊討論，一齊嚟即係內地啊去探訪去考察。咁
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係唔係台灣自己對一啲反台獨嘅，大家有基本共識，有願意建立一個係合作嘅平台，先將不同嘅呢個睇法嘅政黨啊，能夠籌組織一齊。組織一個聯合嘅聯會又好啊，聯盟又好啊，戰線又好啊，咩都好，即係字眼唔重要啊，即係大家走埋一齊之後，然後走埋一齊成為一個係有代表性嘅政治組織。即係唔淨止代表一個國民黨啊，我其他咪民眾黨啊，仲有啲其他嘅小嘅黨啊，都走埋一齊嘅時候，然後呢個嘅組織咧，就再同內地一齊坐低傾，咁呢個咧就可以應對到民進黨話：喂，我幾百萬人選出嚟嘅喎，喂，我執政喎，喂，我冇同意喎。到時嗰時候，喂，你雖然幾百萬選出嚟，亦都未過半數噶嘛，但係如果呢啲人夾埋一齊嘅時候，可以過半數嘅喎，咁個時勢就可能唔會唔同啦。係，無論如何，咁我哋都繼續觀察，因為咧今年年底就會9合一選舉啦。咁到底呢一次鄭麗文嘅訪問會帶嚟咩效果咧？就一定會喺9合一選舉裏邊展現出嚟。咁我哋咧，基哥，我哋一齊咧都幫大家呢度一齊繼續關注呢個問題。咁啊，今日就傾到呢度，拜拜。